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书亚记第22章，2个半支族转去约旦河东边。迄时，约书亚调集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对因讲：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，恁拢有遵守；我命令恁的，恁嘛有听叹。一直到今仔日，恁遮尔久拢无放杀恁的同胞，恁有遵守上主恁的上帝所命令恁的。当上主恁的上帝有照伊的应允，互恁的同胞享受太平。现在恁通倒转去恁兜，转去上主的仆人摩西伫约旦河东边赐予恁做家业的地。毋过，恁一定要谨慎遵行上主的仆人摩西所命令恁的诫命甲律法，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一切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，忠诚无离开伊，专心专意服侍伊。约书亚甲因祝福，送因去，因就倒去因兜。玛拿西半支族已经伫巴山对摩西分着家业，另外半支族伫约旦河西边，甲因的兄弟做伙对约书亚分着家业。约书亚送因倒去的时，甲因祝福，吩咐因讲：恁着将抢得的战利品，就是真济的精星、金银、铜铁，甲非常济的衣服，摕倒去恁兜，分互恁的同胞。对安尼，路边支族、迦得支族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就对迦地的示罗出发，甲其他以色列人3时，倒去因得到的基列地，就是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分互因做家业的地，伫约旦河河边起这段。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伫迦地的约旦河地区瓦郡河的所在，起一座大个险目的祭坛。以色列人听见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伫迦地对面约旦河边以色列边界起一座祭坛。以色列全会众就伫示罗聚集，要去甲因攻打。以色列人派祭司以亚撒的囝菲尼哈去基列地，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遐。甲伊做伙去的有10个支族的领袖，因嘛是以色列逐支族、逐宗族的时代。因到基列地见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对因讲：上主的全会众安尼讲，恁是安怎背叛以色列的上帝？今仔日恁额头无对上主，为家己起一座祭坛，背逆上主，犯遮大的罪。以前咱伫比你犯罪，瘟疫临到上主的会众，到今仔日犹未洁净，恁犹看做无要紧是无？恁竟然额头无对上主，恁今仔日背逆伊，明仔载伊会对以色列全会众发大受气。恁若想讲所得到做家业的地无清气，通过来上主的地，就是有上主会幕的所在，就会伫阮中间得到家业。总是毋通背逆上主，嘛毋通背叛阮。毋通伫上主咱的上帝祭坛以外，搁为家己起祭坛。以前舍拉的干仔孙阿干，竟毋是伫迄个应该毁灭的面犯罪，上主的受气就临到以色列全会众，因为伊犯罪死的人毋是单单伊一个人。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玛拿西半支族的人，因以色列宗族的时代讲：大权能的主上帝，伊知，愿以色列人嘛知，阮若背叛，也是背逆上主，今仔日就互阮死。阮若为家己起祭坛，额头无对上主，就是伫坛顶献烧化祭、素祭、平安祭，愿上主甲阮刑罚。毋过毋是安尼，阮做即个代志是惊了有一日，恁的后代对阮的后代讲：恁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有甚物关系？上主设即个约旦河做恁甲阮中间的界界。路边人、迦得人，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。安尼，恁的子孙会害阮的子孙无搁敬畏上主。
所以，阮就决定要为家己起一座祭坛，毋是为着献烧化祭，也是其他的祭，是为着要伫恁甲阮以及阮的后代甲恁的后代中间做证据。阮通伫上主的会幕献烧化祭、平安祭，甲别款的祭来服侍伊，则免恁的子孙将来对阮的子孙讲，恁无权通做上主的子民。所以，阮讲将来因若对阮也是阮的后代安尼讲，阮通应讲，恁看阮列祖起的祭坛，甲上主的祭坛形体完全共款，毋是为着要献烧化祭甲其他的祭，是为着要做恁阮中间的证据。今仔日，阮绝对无即个意思，要伫上主咱的上帝会幕头前的祭坛以外，搁另外起一座祭坛献烧化祭、素祭甲其他的祭来背逆上主，额头无顺趁伊。这是菲尼哈甲会众的领袖，以及甲伊做伙去遐个以色列宗族的时代，听到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人所讲的话，就拢真满意。这是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对路边人、迦得人、甲玛拿西人讲：今仔日，阮知上主甲咱同在，因为阮无犯即个悖逆的罪来得罪伊。恁实在有救以色列人脱离上主的刑罚。这是以利亚撒的囝菲尼哈甲遐的领袖离开基列地区的路边人、迦得人，倒去迦南地以色列人遐，甲因报告即个事。以色列人拢真满意，就称赞上帝，无搁提起要攻打路边人甲迦得人，毁坏因徛起的地。路边人甲迦得人就甲即个祭坛叫做见证的坛，是讲祭坛伫咱中间见证上主是上帝。